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，海面上一片漆黑。彼得和他的同伴想要赶快把船划到对岸去，因为他知道再过一下子会起一阵非常大的风，甚至有可能把整艘船给翻过去。兄弟们，加油啊！用力划！好了，大风吹起来了。兄弟们，稳住，向前划！我们的船快撑不住了，救命啊！这个时候，祷告了一整夜的耶稣，正准备与对岸的彼得会合，远远就看见彼得的船发生了危险，所以他就赶快从海面上行走过去，要过去救他们。是什么怪物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啊？看起来好像是人，可是怎么不会是怪物？会不会是鬼啊？救命啊！不要怕，是我，不是鬼怪。主啊，如果真的是你，不是鬼怪，那请你也能让我在水面上行走吧。你来吧。突然，一个大浪，彼得吓了一跳。什么？救我！我沉下去！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？为什么要怀疑呢？耶稣把彼得从海里拉了上来。彼得和耶稣一起走回船上时，风浪也平静了。